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6年1月4號星期日，沙田百草三泥草地絲跑道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317 4班12米，5號馬旺旺家駒，尾128磅，3檔起步，慢閘尾二騎返幾步上去，最後200透出，只帶一邊，最後50望人彈甩贏，快過3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18 4班1004米，3號馬威武年代，尾127磅，7檔起步，出閘頭400力騎，入直路領放到底，彈甩贏，4班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22 3班1002米泥地，5號馬樂勝天下，尾123磅，3檔起步，前置最後200透出，彈甩贏，快過2班標準時間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